你唔係個好家長，有冇人咁樣話過你？近排樹莉子嘅朋友就遇到咗一件佢好煩惱嘅事，佢個仔一直都冇收到理想大學嘅 offer， 但係乜都唔講，屋企人好緊張，但係又唔了解情況，眼睇住各個大學陸續開學，終於有一日，個仔嘅阿爺急到喊咗，逼佢即刻做決定，同時指責樹莉子嘅朋友話佢唔識做父母，唔曉溝通。朋友極度委屈，佢付出咗咁多，冇人感激，唔單止仲要俾人話。佢開始越嚟越密咁出去同朋友傾訴，甚至訂咗機票出去 holiday 1個月。佢嘅選擇其實係好多人嘅本能反應，當拗撬發生，第一時間係想解脫，令個心舒服啲，有時間沖淡一切。但係咁樣可以解決問題咩？其實呢種家庭風暴好常見㗎，細路嘅問題通常都會牽動成屋人嘅心，亦都係引起矛盾嘅導火線。呢個時候有啲人就會選擇逃避，指責人哋，證明自己冇錯。朋友其實係想樹莉子企喺佢嗰邊，安慰佢，幫佢證明佢老爺講錯咗。但係樹莉子冇咁做，因為咁樣解決唔到問題。其實佢冇意識到真正傷害佢嘅並唔係佢老爺講嗰句話，而係嗰句話真係觸動咗佢內心深處最害怕面對嘅嘢。其實佢都曾經懷疑過自己係咪真係個好媽咪。如果佢老爺話佢你唔愛你個仔，佢可能就係笑下，根本就唔會放喺個心度。但係話你唔識教仔，唔識溝通，佢就完全接受唔到，因為喺佢嘅潛意識中都懷疑緊呢一點。往往真話先會傷害到人。心理學研究發現，固定型思維嘅人會抗拒承認自己不足，因為佢哋唔想面對自己可能唔夠好呢個現實。而成長型思維就會認為每個問題都係成長嘅機會，勇敢咁承認自己不足，唔好去計較邊個唔啱邊個啱，咁先可以不斷咁提升自己。試下呢3步或者可以幫到你。第一步，跳出受害者角色。當你陷入情緒，覺得自己好冤枉好委屈，咁可以試下跳出嚟，用個局外人嘅角度去睇嘢。第二步，客觀分析全局。老爺嘅崩潰係源於擔憂，個仔唔溝通係因為害怕面對現實，而朋友咁委屈，其實反映咗對自己能力嘅擔憂。第三步，將人生當係一場修行。個人成長唔會因為年紀增長而停止，矛盾嘅反覆出現就係提醒緊我哋仲有提升嘅方面。好彩我哋有試錯機會，不妨試下，嗰種蛻變後嘅成就感真係好值得去體會㗎。樹莉子覺得呢個都係我哋人生意義嘅一部分，大家係點睇呢？不妨留言啦。